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傾嘅主題係保險業嘅客戶服務同監管要求。呢個題目聽落好似好制度化，但其實非常實際，因為客戶服務已經唔再係加分項，而係保險公司能唔能夠生存落去嘅關鍵。第一部分，點解客戶服務咁重要？依家個市場競爭好激烈，客戶又越嚟越醒目。以前有保單就得嘅年代已經過咗啦。今日嘅客戶唔止睇價錢，仲睇服務體驗。如果一間公司服務好、快、準、公道又有禮，客人自然會再續保，仲會介紹朋友嚟買。但如果服務差，唔單止會流失生意，仲可能搞到聲譽受損，甚至被監管機構介入。忽視客戶服務會有咩後果？首先，會失去生意。現代消費者要求高，選擇多，你一態度差，反應慢，客戶即刻轉投第二間。第二，會失去中介人支持，好多代理人、經紀都會選擇同服務好嘅保險公司合作。你服務差，人哋自然唔再推你啲產品。第三，會破壞市場聲譽。一間公司嘅誠信形象，一旦喺市場傳開咗負面消息，後果遠超想象。最後，有機會引起監管關注。保監局對業界要求高，尤其係公司服務表現。如果出現嚴重投訴、失誤，隨時會被調查。優質客戶服務有咩好處？講完壞處，當然要講返做好服務嘅好處。一、提升客戶忠誠度，續保率高就代表收入穩定，留住舊客戶，成本永遠低過開發新客戶。二、幫你帶新生意，一個滿意嘅客戶，往往係最好嘅免費廣告。口碑推薦係保險業最強推廣。三、提高公司盈利，投訴少咗，時間慳咗，資源用得更好，自然利潤都上升。第二部分，點樣建立高質量客戶服務？要將理念變成行動，保險公司要有清晰嘅政策、標準同監察機制。公司層面嘅政策同承諾，好多保險公司而家都有自己嘅服務承諾文件，雖然唔係法律合約，但佢反映公司態度。內容通常包括對高質素同專業服務嘅承諾，保證公平、高效率咁處理索償，遵守商業道德，向客戶提供透明資訊。客戶服務標準，實際操作層面，由銷售到理賠，整個流程都要有清晰標準。保險公司要做到清楚了解客戶需要，而唔係亂咁售產品。保密客戶資料，坦誠講出產品限制，盡快提供保單、批單，公平、快速處理索償。客戶要做到披露真實資料，準時交保費，尊重程序同規則，實施同監察，要確保標準真係落地。監察機制好關鍵，內部監察。公司自己要定期檢查執行情況，外部監察，公眾、行業組織同保監局都會留意表現。而家社會講求透明度，即係公司要願意公開做法，確保一切公平合理。第三部分，法律與監管框架。香港保險業有一個多層次嘅監管制度，目的係保障消費者同維持市場穩定。法律基礎。保險合同受合約法同普通法規管，雙方都有最高誠信責任。保險業條例主要規定第41章，呢條例要求保險公司必須拿到授權先可以營運，達到一定股本同償付能力標準，高層要係適當人選，有足夠再保險安排，維持財務穩健。保險中介人規管，自2019年開始，保監局 IA 正式負責所有持牌保險中介人嘅監管工作，
取代以前嘅3個自律機構。幾份重要嘅守則同指引：承保商專業守則，香港保險業聯會 HKFI 推動業界良好慣例，適用於個人保單、持牌保險代理人操守守則，保監局 IA 訂立9項專業操守原則，持牌保險經紀操守守則，保監局 IA 確立經紀專業操守標準，保險業持牌保險經紀公司財務及其他要求規則，法定規則訂明股本、賬目、客戶資產等規定9項一般原則，代理人操守守則。誠實守法，公平，以客戶利益為先，謹慎同專業，勝任提供建議，資料要披露，建議要合適，避免利益衝突，妥善處理客戶資產。公司要有良好管治制度。其他相關法例，客戶服務仲涉及好多其他法律，包括個人資料、私隱條例、4大反歧視條例、性別、殘疾、家庭崗位、種族、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條例、防止賄賂條例、防止保險詐騙條例。第4部分，佣金回贈問題 Rebating。呢個係行內一個好常見但高風險嘅問題。所謂佣金回贈，就係中介人將自己部分佣金退返俾客戶，用嚟吸引生意。聽落好似平啲俾你，但實際上係唔合法嘅。點解？因為咁樣會破壞市場公平，同時可能構成賄賂，仲會令客戶被利益影響決策。監管原則係，保險公司唔可以隨便提供保費回扣或佣金回贈，除非喺保單或正式推廣資料入面有清楚列明。所以，保險公司同中介機構都要有嚴謹內部控制，確保所有推廣都合法、透明，唔會誤導客戶。總結，喺今日嘅保險市場入面，服務質素、誠信操守、法規遵守，係3個缺一不可嘅基石。提供好服務唔單止係責任，仲係競爭優勢。只要我哋秉持誠信，以客為本，就能夠令公司長遠穩健發展，贏得客戶同市場嘅信任。